正好佚佗，有人讲好，有人讲歹，莫去插笑，将节目来做好，相信自然有听众这段路。美句讲外讲袂正，后人就偷听。关公赢就笑哈哈，红句就歹命。原谈大粒无好食，乌头个老水烂，若是煞有讲对故事，拍甲咱拍球。如若每晚要安怎好过日，免烦恼，笑笑就好。会记准时收听网做的show，祝福大家欢喜就好。真正好佚佗，有人讲好，有人讲歹，莫去嘲笑，将节目来做好，相信自然有听众一段路。咪古若是起啦打，是煞袂臭话，斗歌斗播若只袂输甲听笑话。甲搭妇女交主食，立场老吹烂，听着小叮当的臭话，亲像伫唱歌。如若每晚要安怎好过日，免烦恼，笑笑就好。会记准时收听外人的show，祝福大家欢喜就好。阿龙就偷听，关公听就笑哈哈，红句就歹命。原摊大粒够好食，乌头老吹烂，若是煞有讲对故事，行到无陪走。如若问我要安怎好过日，免烦恼，笑笑就好。会记准时收听外人的show，祝福大家欢喜就好。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來我哋檳城學健嘅慶祝，我哋一年9年。做檳城福建節目做一年了，目睭一個年百一個就做檳城福建一年了。今日早起咧，唔是，今仔日我哋錄音嘅時咧，就叫真濟人來看住邊有興趣參加我哋檳城福建嘅節目錄音咧，叫伊來吹來一個 Skype 為我可能甲拍互伊人。特別咧一早咧，未請了，我這邊比較點聲，早起7點幾人拍電來咯。我當今咧頭一日第一單嘅未打鼾嘅呢。就是一天未起未落，哇！他媽是早起早都拍。Hello， 你未動啊？係你當見別打鼾咧？係未？是咯。但係咪未痛啊？但係係咩嘅？但係咪啊？冇接電話電腦啊？哦！誒，各位聽眾歡迎這裡嘅特別嘉賓，這禮拜是未起未落，以前別當個未起未落，搞掂啦陣啊！早起時。點拍咧？點會？開胃，搞掂啦！開胃，咩搞？安怎你好無？除了搞掂啦陣好。啦陣唔是啊，我是馬羅 baby。你是啊，馬是馬羅，我是咪上面我未知咪是馬是馬羅成個未起未落呢？馬是馬羅都唔是福建話。唔是啊，我一個啊。嚇，你是到底到嚟收聽啊？哇，檳城哦，多數卡。哦，到檳城多數，安真你是多數卡嘅人嘅嚇，嗰啲人，一係傻虎咪是多數卡嘅人。是啊，我唔捌你哦。你唔係唔要緊啊？我朝是去食嗰啲只垃圾。你安怎收聽到幾時start 收聽你檳城福建節目？4月咯，4月啊，今年4月。啊，佢都係吹到。我哋 Chinese Story 咯。哦，Chinese Story 吹到啦。
แล้วลู做咩事甲聽啊？邊人學見節目誒？應該啊，講到咱嘅唔知啊，真好聽咯。佢講別人佢講別人嘅正嘅人嘅 lifestyle，แล้ว佢用福建話咧，แล้ว佢作啥啊？你捌聽過講用邊人學見話做嘅節目？唔捌咯，頭一擺啊？對咯。แล้ว有ลูกคิดว่าลังไงบางเอียจะเลยรอนันตันเลยถ้าฟอร์มเลย 哦，而家不如 join 呢？啊，你不 join 講那麼話咯，唔咯？เนี่ย但係我頂啲時我講我每句嚟問題啊，我稍微記起啊，我講我每了解其實少聽過啊，嚇第一時間聽，你當然聽幾出，哦，試過聽幾那出，本來嘛，你第一時間聽節目是到底出？這好古你係 nickname 先啊？哦，你話名啊？未歹本啊，了無抄話。個抄抄我是第一學節目啊，介濟人是個聽。你講我聽你到底BM 到底多少卡做咩？做咩啊？我做保險嘅哦。我做保險。你見你幾件？幾件啊？啱幾件？見你幾回？幾歲啊？19。哦，你少年呀？喏，是咯。你少年就做保險嘅呀？你把筆頭切出來就實做保險嘅啊？是咯。你啥咪學堂嘅？熱嘟啊？熱嘟嚇。嗰叫外匯唔是啊？不是熱嘟咧唔是啊？嚇，少。咁冇，咁啦，即係咁啦，冇地咁啦，佢話。所以我當時7月27號就落網頭一出。辦完頭一出，特別頭一出是唔是正式頭一出？我叫做 show number 0啊，頭地抗血，地抗出，一個0.1、0.2、0.3、0.3都是一連環啦。แล้ว我จะ start 出頭一出是我0.1至3，我覺得佢貼落嚟嘅咧，แล้ว就 start 頭一出，頭一出是啲蘇拿米嘅咯。你只是講你1點先是其實啊8月，唔知8月17號呀。แล้ว就是講我人傾著，我人嘅一年幾乎。傾接我諗一年做節目一年是7月幾傾接甲8月幾去，啊當然我個等陣我，哎喲這樣，當然人誒親愛嘅紅菇龜過來啊，未起未落嘅紅菇龜，等個10分鐘嘅人哋曉落講未來個未來，後頭講未來個無來，個頭尾賣個咪是個頭，未賣，係啦，我哋走去80萬人未賣喎，當然。Mana ho? Hello, Ang Kukuy. Hello, John. Hey, ho. 恭喜發財，唔是恭喜發財，恭喜啦！邊啲學見慶祝一年。恭喜我係咩數？恭喜你啦，人聽獎啦。Hello，聽到我 John？你冇聽到我咩？你未聽到我喎？你話拉緊啲出錯㗎了。Baby speaker 啊！你聽到我啦哦？哦，是冇聽到嚇。係個琴戲啊！咱對聽到要，你聽到要。你聽到要嘛？哈，一邊聽到咱話，他媽是唔知咩事。是咯。我看，我唔係，應該是好事嘛？你應該聽到我應該是好事嘛？嚇，咱嚟聽下這學頭會接嚟啊 ！Hello，是超級拜。跟住吹。他這學頭有啲哦。你這學頭你是學頭哦。啊。你知我是幾無？使啦。嚇，你咪試啊！做咩你買？你插唔條坑嘅啊？得咁樣插唔條坑嘅啫。當初個 line 看都聽下我啊。咩嘢啦？睇咁話佢穿了。跟住吹個叫。個隻橋啊，我諗有即係未起未落咯，未起未落是到底鋪唔是下掉，唔是鋪落啦，即係多數開一個紅菇龜目的嚟個即係額頭。紅菇龜我是到新加坡呀，咁叫。對。啊，到新加坡。Hello，學頭。OK，當佢落換落人嘅時候，做咩？即係未起未落，我特乜梅啊！你較早一人一頭一人，你跑我就起實搞條垃圾咧，就起直幫我哋俾搞未？你啲喂，誒是特別是有出呢隻人咧，咯，隔離講未來人，隔離就起又落拍電話話我被困車都拍電話話了，伊講哎呀，你其實要做9點，咪做節目，等來搞這邊嘅事要 at 呢嘅事，放喺呢個邊。有等陣。
係咪？我冇紅菇菇嘅Skype。你咪亂個啦，當佢就接駁掉要了我點先嚇？啊？可能講了我家己拍啦，路人。當佢聽我講。喺樓成晚我咪就亂講有咩物件啦。當你未聽到咩？啊？你咪亂啦，今日就俾我講，你家己我爬路，你就結束，你知唔知？多頭死我頭。哎喲，你真係結束啊！佢又叫滾啊，爬都爬個巴士個浮魚湯。你咪當佢可唔可以即係你去當佢慢慢去做你個見面嘅聲，安姑姑啊，會唔會咯？啊，其實少聽就變嚟學見，其實頭一擺少聽就變嚟學見咧。那冇錯，因為我等下播我 check 喺 forum 啦，我看喂你 register date 咯，依是6月16號。啊，6月16號，安姑。哦。6月16號 register 咯，應該是頭一道聽咯。6月16號啦，咪是新鮮嘅啦嚇。係咯。咪都新鮮。繁榮話喎。即係佢你幾時聽啊？你？哇。啊。4月，你可能都3、4月啊。哦，即係咪是差唔多㗎？即係上即係未起未落上啊嚇。就是未起未落。未起未落是另外一個人啦，出聲就係去聽就係即係死鵝頭。Hello，係咪數？這是未起未落。你未起，當你弄即係鵝頭，不是安姑你去到去吹掉嗰邊咧，好見。我是。你是哪樣三包佢哋啊？會使講名出來哦，會使講名出來哦。會使冇咗係啊？我是一 blog 嘅，新加坡。我知你啊。我到這裡看的。哦，係，我喺你blog，我到喺你 Mr. Brown 嘅 website。哦，我真係個 Mr. Brown 嘅啊！我頭先有聽 Mr. Brown 嘅 podcast。我上尾項目一樣嘅嘛，我特別有學樣佢就是冇影，我上尾教人做隻節目，我 email 學樣個冇 reply，啲人當然到啲美國嘛，到 San Diego 咪人。人當然出嚟 San Diego 咯，對哦。是，你你是到啲 Mr. Brown 嘅吹掉嘅啊？有隻 link 嘛，咧我就切落嚟咯。你頭一個聽落嚟 podcast 就是頭一個節目是講你小人嘅啊。哦，小人嘅對。講邊咧嘅小人嘅，我等感覺就親切咯，因為喺度新加坡哦。就估我唔講福建話啊，唔敢講福建話啊。真係唔敢講嘅。因為我到新加坡養精嘅新加坡。冇啦，即係黐苗。養大隻潮啊！喺新加坡講話福建話第一好潮，因為喺新加坡講嘢嘅似嘛。有陣時我坐的士我教埋講話事啊，講電話事啊，咪講福建話咯。兩句就是要不要聽？所以我教埋講福建話咧，就講你邊領來嘅嚇，聽係出人係邊領聽嘅啊。對咯，人講咱邊人講嘅呢，是啊，成個唱歌呢嚇。人講咱聽成日講上話呢，上話哦，嚇那人講我上地嘛，紅蘭你真係哦，差唔多咩？嗯，老紅茶你真咁嚟即係未 keep 落困起啊！即係做配音嘅就種啊，使未 keep 落困起啊！冇啊，聽掉。做你點咩？聽。你頭先做節目。真係講你。你講咩骨頭？我咪仔女講咩骨頭？當今是講你 anniversary 節目嘅嘛？哦，我講等今日啊係講咩物件？8節下落8節嘅時候。啊？落8節嘅時候，咱冇落掉嘅時，你咁梅話啦。當然人哋落掉嘅時，你嗰啲梅話呢嘅，你真係結束嘅人估，唔是？唔使 sorry。你唔要去咧 website 看下，你冇網頁下，你冇即係 internet 啊？Sorry。太屌！快寫落嗰啲謝冷下，真係啊！你謝冷就大冷梅話成隻 question 嘅時候，我覺得不要睇嘅有，我覺得人唔要企埋一齊看有。sorry，OK。做咁可以 good 誒，我講對件事我見了，你係煮鴨鵝啊？喂，你冇做你啲格你咩？而家？伊唔骨頭格。Hello。誒，你即係呢？即係你是到底聽到嘅隻鵝頭，你是早啲會聽到呀？嚇，唔是聽到，是看到用 posting 咧，我咪click 咯，click 嚟看咯。嚇。了，等陣我講安姑咧，安姑你第一暑假你啦當劍啦，教當劍啦，依來啦，你第一暑假節目上面，第一暑假一打一出去。第一暑假黑接嚇。
得直接。啊，就出就是你架沙湖，應該是講啊你嘟巴色咯。哦，嘟巴色啊。應該是你嘟巴色啊，講巴色啊。哦，但係喂，你話什麼故事係我未記啊？未記啊，直接我唔知幾號episode 幾啦。頂住是頂住禮拜是 KU 講。呢一個又。後面嘟嘟啦，後面啦。哈，對，個椰嘟巴色啊，椰嘟。椰嘟我哋小未起。椰嘟巴色。會食椰嘟巴色係咪？我哋講。我哋小未起會食椰嘟。我只 interesting 咯，人哋當時吞頭潮嘅會啊，咧我更嚇，就好只夠潮。哦，你知哦，嗰陣我朋友聽咧，我叫朋友聽啊。人聽講你講臭話係啊，人講話小電當夠辣咯。好了，厲害哦，小叮當。我是。嗰啲笑死啊，聽了。個尤其是一個地方就是入面就一個是雜包是的，那講起來更加好笑的。啊，一個講個特別愛笑呢。哎呀，等陣我拍下花看下好啲哦。哎呀，死咁樣搞，可能聽到一段話嚟。啊，驚死我啫！我覺得都係做 edit 嚟，這個了阿姑是啊不阿花唔是阿花咩咩阿我頭路是第數屆隻博呢？哇，佢啲插畫地塊本都好潮啊！插畫真係兩是夾本。啊，是啊，佢這裡是咩？佢這裡咩口頭禪嚟啊？咩？佢哋都被落過。你記啊？佢嗰陣時點解唔講佢淡薄㗎？真係。唔知多一邊內邊講嘅淡薄你看呢？淡薄，因為嗰陣冇咩人開嘅哈，淡媽是個，即係啦，即係曉樂咯，曉樂本地是會叫淡媽叫我拍下，依家等一個報開。曉樂當今 online 啊？依 online 咩？一面咪 band 啦，咪個頭係 B 嘅嚇。哎呦 finally 會了咯，係啊，隻巴貝。你曉樂嚇？嚇？你別個曉咯？拍安尼久拍你哋冇 authorize 話，是咩？啊啦，sampar ya，等陣我 at 別人啊，等陣我你當我啲拍學人，是你啲教人講你到幾時 start 聽起變嚟學見？幾時啊？哇，真久了咯，一年嚟看咯，你頭一集呢我就聽了嘛。我是啊，最叫你聽。我朋友咯，我隔壁班嘅朋友。你隔壁班嘅朋友啊？啊？Yes，我隔壁佢哋老講係你 Skype 都冇。你咪亂啦！你隔壁你教我係是有嘛？教我係是你嘰嘰格格嘛？我落人落掉嘛你先。哦，OK。嚇！等陣我俾叫。Hello，我是後落，你有冇你講話是冚人咧？講我係咩？講我係鵝頭。大佬啊，是唔是大佬？嚇！哦，嗰時係你 connection 啲對。Hello 是咯，嗰隻對咯，叫住80萬嘛。80萬俾啊你要買。我頭這裡是曉樂。哦，曉樂，我計講。嗨，你好。你好，我計講佢唔見咩？有咩？有啊，係你行到得物件咯。哦，你大受貨咗未啦？是哦。你就唔過去啦。你講行到得物件，行到得。行到得佢真係是，當時時間做人嘅咯，就擺就每人愛食咁食啲咯。哦，了，我人答了安怎啊？了我人也是答了也是講我人。你等陣。最主要係，我哋現在你講食鹹食甜嘅事啊。你唔會食鹹食甜啦，還是你講食鹹咧？你食甜嘅無數，即你食鹹嘅就無數啦。你就叫你零試，你食零幾分就多咯，試個你試。係啦，試個你試嘅咯。你乜學佢啊？我唔學佢啦，我學佢就死咗咯。我嘛，佢哋都經典嘛。你猜嘛，都經典嘛。
係咪？你景點嘛？景點咪未少。係啦，景點啦，菜我咪看到我咪驚死佢啊！因為每日都做顯示了。我唔學佢啊，我有四行字啊，用雲南人哋講有啲物件啊。咁你佢真係佢講錯，咁你抱住你見啦，一件出去門口古靈後夜驚你咪叫。未記啊？哦。啊，你等陣講唔了個，佢即個即個早都聽到啊！你隔壁班嘅是咩咪曉樂？有聽啊？有到啲人嘅落人單有參冇？冇喎，依個佢冇聽啊？嚇？有啦，依個有聽過。你有聽過名啊？叫伊名啫嘛？伊花名是咩？伊花名啊？曉樂，你是曉樂。你冇你曉啦。謝哦，咱謝落。我諗仲都見得謝落係嘛？安尼謝落。係啦。個阿喂我嘅七神女我未辦過，或者是讓你聽到，或者就告訴七神女告訴。Form 6嘛是有七神女。我特你冇有啦，咪 form 冇上。係咪嚟嘅？七仙女啊。哦，七仙女啊。嗯。哎呀，真係地，我就我等我日子嚟嘅啦。哇咯，落粒咪菇。大家好，我是頭風，檳城福建一回了，恭喜恭喜！我希望檳城福建較慢的變做地球福建，然後我希望檳城福建有伊家己的大歌。我希望阿轉會寫一首歌，互人會檳城福建，感謝感謝。小巴掌啊，小巴掌，無的小巴掌。嗨，阿轉，我是雲吞，恭喜恭喜！我祝福檳城福建，你的節目愈做愈好，聽眾愈來愈多，花開富貴，幸福來。恭祝你福壽與天齊，慶賀你生辰快樂，年年都有今日，歲歲都有今朝，恭喜你，恭喜你！哇，恭喜恭喜！檳城福建已經一回了，希望伊個節目哪做就哪好，好聽眾就哪嚟哪濟。Happy birthday， 檳城福建！青嘅蕉了，青嘅蕉好大條啊，邊有冇蕉？踴躍仔，這個是觀光。檳城福建.com 一回了，這個拜咱慶祝檳城福建.com 1周年紀念。首先我要感謝咪咕轉對這 podcast 的付出實在是無通講。感謝咪咕轉成立咗檳城福建.com， 因為通過檳城福建.com 我捌到真濟朋友，紅龜龜、雲吞，還有其他嘅朋友，我真 happy 捌到人。謝謝咪咕轉，謝謝各位。Hello， 大家好，我是阿龍，唔是 M 嘅阿龍啊，是檳城嘅阿龍。講到這檳城福建 podcast 咧，我未夾你講啊。頭嘅時我哋甲我講有個呢朋友講個了福建話物件真正好笑，叫我去聽看，然後佢接伊個朋友去看咯。嘛，迄時應該是無閒啊，然後干那去看，然後無去聽。然後過啊，咧有一擺毋知啥物事，忽然間想到講哦，有講到這個朋友哦，我去 try 去看咯，然後去聽。迄時拄好講了考冊誒，迄一集咧我有影笑到半死啊，因為講那個考冊啦，頭尾誒紙啦，去大咧個位啊，大個人辦誒位啦，然後是第講誒 method 啦，第講誒辦法啦，然後真正好笑，因為古早讀冊誒時就是有安尼物件發生過，就是有人為咗只收冊大咧啦，大人辦誒位係咩？然後過啊咧個特集去 download 來聽，from 古早啊，就是講農村廣告呢個講金嘅，然後咁唔撳直接聽開了喎，咁慢慢聽直接聽一集啊嚟看，因為驚聽個了咧冇物件聽，特別得禮拜先嘅，所以佢慢慢聽，講緊聽個一定冇個頭前啊，冇個第十嘅，然後因為講緊我看到嘅
forum 咪有講要有這個啥個 award presentation 嘛頒獎禮，所以我去聽你這把聲，然後去聽你旅遊嘅，我去這把聲啊，你嘢嘟啊，做咩唔知寫咩，我唱咁咩死都咪直唱，然後嘅旅遊嘅講阿伯邊咧 monorail station very good 呢，咪估啊嘛，哇，喺你啊唱個冰島咁講啊。哇！那是阿伯就有安尼款我講坐去 monorail 嗰度笑到夠，笑到唔知係落車然後OK 講咗之類就講邊啲 podcast 一年咯嗬講叫咩要做學邊啲 podcast 邊啲福建 podcast 錄來錄這人聽咯，然後咪叫 John 錄來錄硬，然後這個節目咧直直做落去咯，然後愈做愈好咯，愈來愈濟人聽咯，安尼款咯，安尼款啦，無咩啦，做學邊啲 podcast 啦 ，OK，感謝，thank you，拜拜。我 at 我拍起 handphone 真係快現咗。OK。Hello。非常 get back to you as soon as possible. Thanks. 哎呀喂得嚇！我人老話下你啊，阿蕉啊，你是唔知我新加坡人，我看一定我好白事。我當然跑路啊，你個無地 computer 開掉啊，是咪你個無地？我成講都俾參觀接駁嘛。OK 啊，不自己同你講啊，拜。OK 啊，當劍啷個幫等一下啊 resume。OK， 特別無地喎，我跑一留 message 喺呢。哦，就 drop message 啊，依 away 係正式係咯。係啊。哎呀 ，OK 啦，夠啊，咱節目要做了啊。咁我想只一人啦，唔係制，冇幾人呢。有個人講用80萬蚊嘅80萬蚊 internet。呢個係好料啦嚇。馬來西亞冇用嘅。是哦。你特啷個咧揼啊？袂啷個咧揼啷到底嚟聽有啦嚇。但係即個曉落是講伊會當學甲伊。叫伊聽誒。哦。曉落，但我等下曉落啦嘛。所以找伊馬對來啊。嚇，伊馬對來啊，驚咯，唔會叫啊。伊房經嚟講咧。伊袂哦，伊驚，阿丁袂哦，可能伊馬有啲嘅是唔解，唔會叫啊。冇阿弟用 handphone 都寄出去個口講啊。冇，伊曉落笑聲咧，當佢伊落去格笑起來啊，伊要叫到對起馬對來啊。學你知啊啦，要話啲嚟啊，學你知又會叫人啊。係咯，每日叫嚟嘅格啊叫。伊特佢個人 check 可以 check 個10點嚟講要麥點嚟啦嚇，10點啊先先到你啦，安裝。係咯，伊10點嘅。伊是跳落嚟啦，伊笑啊，伊頭。跳落嚟啦。伊格變咗一部抄去嘅格。伊格都成回啫。追，呢個都病會啊！冇啦，有落隻少年，有落10倍回呢。嚇？10倍回呢啊？我都睇車嘛，我未講，我未看到10倍回，未講係講句啊，句10倍回啊，講。哦。就而家冇嘢線啦，意思講。裝嘟個。哦，裝嘟。美國啊！美國係啦，美國佢你夾笨炒嘢啊！哎呀，呢個就自己看個自己來個，就 Randy。Siapa itu Randy? Oh, London punya awak. Oh, Randy si Sosikan. Nana add dia. Sosikan. Sosikan lah, 我叫你起來嘅。哦哈，你叫起來呀？近網啊？近網。你叫你請起來啊？嚇，Sosikan。我用 MSN 先。哦，Sosikan 啊。我啲豆去賣個，啲豆去賣嚇。Hello。Sosikan。聽到我講話，我聽到我人這裡我冇看到數時間 online 嘅。額頭請你起來嚇。我唔知啊，有人 ring 我 just answer 呢。額頭請你起來嘛？你開啊，我看到你開 Skype 啊，咪是爬你咯。係咯。誒，我不會咯。我開 computer 呢。我哋冇看到伊。你免插咩？額頭，你聽到伊聲未？你聽到聲未？額頭。你聽到我聲就 OK 啦。哦，你聽到聲就 OK 啦，佢直接妹，哎呀，你這裡係咪咩啦？但係你兩人點先 ？status online，我聽到我聲就就我哋這邊啊嘛。哦。係啦 ，OK，額頭，咪都冇碌嘟嘟。
真係教教你個燈講是教教冇錄到啊！即係數時間你其實頭一擺聽到邊啲學經濟博士其實，兩部都 start 嚟時咯，兩隻 start 我就聽咧。我就 start 聽啊，其實啊7個月7、8個月嗰陣時啊，你頭一集聽到未？頭一集上面 episode 聽？我頭一集我聽我嘅記成啊是講你個即個 KE 咪校方人講，唔係講係咪我嘅記，即係講出嚟更冷，係唔係？哦，對。你講出嚟更冷，用你喺你等 A 啊 M and 嘟你咪等 A 下。你有聽過迄個即個校方自然話佢北海你有聽過？有。哦，但係是只早聽啦。我今日 episode 聽過啦。我頂一禮拜是我頭即個自然話佢北海是我人冇辦過咋，你是 show number point 3嚟咋，你是 before 我人。未正式 start 頭一出戲嘅時辦嘅嘛？是 even 你嘅即個我冇聽過啊，你係個 promotion 嘅物件。promotion 有係咪來料？你係物件嘅咧，我都有聽過。少，因為係我人早頂一禮拜是往個落，頂一禮拜往車校行家 KE 都對嚟嘛往散人，佢就實做都對嘛我人anniversary 時，比如往頭一出落時，往是7月幾落嘅咋，7月7號時落。有當然知。差唔多咯，見啲12號。唔是啦，今日唔是12號啦。sorry。掉票，梗係記得掉票。係咪唔是？我想講 still 是自康過年個 sorry。自康你想自康過年，依時間掉啊！依時間咧，依個秒針掉卡了，掉啫。哎呀死啊！等我看，哎呀特別。咱個接落落下，可能啷個來，咱個落個另個就出咯，即係本地咱會落下嚟嘛，即係特別愛嘛，就看喵，佢未車就看關講咪落，講個冇出現，一關唔是關講，不人講人講，一關講是你冇帶關嘅關，最關嘅關。關講冇影寫個數嚟。伊講是個冇出現喎，等我拍下伊看嘢，我確定嘅事。伊係寫邊靚福建嘅 sketch 個數。哦。咩就早起有 meeting 我，伊講8點半早起。哦，而家係啊，你咪是未做啦。咁冇教我講是當年。可能講我其實冇看到啲 website。OK 我教我咧，當然咧，即節目做了，就是話嘅做個半時去穿去係舊嘅斷開嘅咧節目啊，頭一年嘅照頭，哎呀死啊！其實嘅啦，講我記咗。哎呀，咁啦，直接頭字嚟噶啦。哎呀，感謝咱收聽，感謝各位，即係。早起早就拍電話亂請我咧，鬧你人啊！即係接住又落，早起話未困車拍電話，哎呀，確定啦未落係幾人啊？會話我嗰啲名稱未困嘅。แล้วก็จะแค่ฮัลโหลเบคีวิโลมุนแต่ว่าสิคิดเดี๋ยว搞掂ละจันในที่ที่ผ่าว่าเอาไป start ไว้搞掂มาว่า start ไว้穿絲啦 OK 咱假時個咱個把這個老鬼節目一年過啊傾接過啊都傻啊是咱嘅節目嗰時呢接咗做落真濟啊咯把這是是啊就做等咯就做等啊但係唔緊那做那等就好啊嗬朝後面，安怎無查某誒？安怎咱聽眾是毋是跟他打波個咧無查某誒？有啊，小叮當啦。我知小叮當啦，特別嘅邊請起來一擺，然後是小叮當，我可要做個節目個，咁人家是甲你那是你個聽王節目啊。你豆瓜你個豆波唔是查某咩？我知啦，嘛無幾間嘅，你看特擺嚟咱做咱節目是無咩人嘅嚇呢？無咁啦，較就是打波誒。嘅事咪可能知嘛，咱哋人聽到，哎呀，這查某本嚟睇死。哦，冇查某聽邊嚟學見嘅，查某就真好聊嘅。真赤啊，真赤嘅。沒事啊，沒事啊，或者我 try 做一出假料叫查某嘅改變起來哈。好啊。哦，你講。查某改變。我有下面物件講 about 伊人嘅對邊人嘅。特別查某嘅物件。你本底是要叫你叫直接嚟講靠查某係嘛？啊，傻虎，或者講傻虎邊講靠查某嘅故事嘛？
我比較靠，我靠大波都未有靠。下個禮拜咱就通聽咯，7陣路嘅故事，甲破家隻。哦，OK。對家隻，咁對，對家隻嘅故事。啊，或者哎呀，死你了啦，就等啊，咱只把 OK，感謝各位收聽哈。啊，俾你拜個廣告啊，但是咱每次會參加我哋即係邊啲學見嘅錄音呢？你去往嘅論壇去 forum.penanghokkien.com 去看看，然之後參加。你有時要緊你讀伊嘅 instruction 啊，唔通特來寫 email 嚟問我安怎啊？哇，我做緊咩對佢特掉啦？哎呀，我咪做咩啊？我都自己起錘啦，我做緊起穿。我特來為我上隻問題，我10幾人我未講，答夠我未死啊 ！OK， 感謝各位聽眾，呢排今日命嗰兩句嚇，感謝啊，拜拜。邊個福建是真也好佚佗，有人講好，有人講歹，莫去嘲笑，將節目來做好。相信主人有聽將一段路。咪古那是起啦打是算的草話，鬥掛鬥搏攞自袂輸甲聽笑話。甲搭不如搞主食，立場老取暖，聽着小叮當的草話，親像在唱歌。路那每晚要安怎好過日？免煩惱，笑就好。會記準時收聽活人的show，祝福大家歡喜就好。你講我講袂正，阿龍就頭驚。關公聽就笑哈哈，紅姑就歹命。怨恨大粒個好食，烏頭老取暖。若是煞虎講鬼故事，驚到無陪走。路那問我要安怎好過日，毋免煩惱，笑就好。會記準時收聽活人的show，祝福大家。歡喜就好。哎呀，各位感謝，歡喜就好是陳雷嘅本地嘅歌了。即個紅姑姐搞寫落亂寫你新嘅你字關，喺嗰邊咧學見嘅了。即唱歌歌聲咧是雲灘立唱關公紅姑姐，烏頭甲傻虎，感謝。